李前辈，赵毅的古灵军。 李前辈，这怕是要过千了。好不容易睡个踏实觉，麻烦。 人们都以为啊，你会永远的把自己困在听朝廷的顶上。同袍忌日，怎能缺席？何况画地为牢，画的就是听朝廷，高处地下，依旧是在听朝廷内，不曾越界。嗯。 哎，你说好。
这每年都要来这么一回。这身边的人呢，是越来越少，这灵位却越来越多喽。总算换回了一场人间太平啊！可他们都看不到了。他们在看，一直在看。李淳罡一剑破甲2000余，广陵军心胆俱寒。你们都听见了吧？啊，都听见了吧？啊，就是那个陪了你们很多年的那个李剑神，这次他威风了。凤年未曾露面。哎呀，你说哈，他这次江湖之行，我全都安排的妥妥的，啊，甭管是青州也好，还是江南也罢，我所有的布局可以说是做到天衣无缝了。陈之豹一直未曾在军营露面，无人知道其下落。哎呀，凤年这孩子呀，在我的布局之下，竟然弄了一场瞒天过海，把我都给骗了。直到最后，我才知道他要做些什么。要是一直跟着你的安排走，他就是第2个虚小。啊！他选择了一条与我不同的路，是一条我从未敢触碰过的路。我的儿子徐凤年，他将打破我的枷锁，以自己的方式面对众生。他就是下一代的北凉之王，他会守住咱们的北凉大旗，镇守住咱们一起打下来的天下。这样的未来，这样的北凉王，你们还满意吧？我们的时代终于要过去了。北凉有了咱们自己的新王。别动手！
消息了？广陵军出动，李淳刚走出马车，一剑横空。结果呢？赵毅派出多少兵马？2000余人。李淳刚一人一剑，一人一剑，此次再无人敢阻拦车前，一路被去了。真厉害！徐凤年呢？出来没有？李淳刚既然还在马车上，徐凤年自然也在，就算不在也不重要了。有我陪你西行。李淳刚不来，谁拦得住你？那就万无一失了。这一夜难得睡得踏实。大师傅，咱们上路吧，我已经等不及，赶去西蜀了。好。起床了。大师傅，为何不骑马了？骑马，人多眼杂，那下面的路走水路更安全。到前面登船，后面的路沿江而下。石快石慢还不停改变路线，大师傅，没必要这么小心了吧？现在没有人能够追得上我们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还记得我在武帝城和你说过的话吗？就这事，你怎么想的？你的绝路不该在这儿，还不走？你的绝路不该在武帝城，而是在这儿。武帝城救我，是为了在此劫杀？说不通吧？救你、劫杀，都不是为了你。我眼中的敌手，从来就不是你。你等的是我。我娘进京中伏那天，你人在哪儿？徐骁应该查过，我受命离京，不在京城。
我查了你的调令，也找人把当年每一个存活下来的人问了个遍。韩雕死，我娘中伏那天，你回了京城。这么说，是有人看见我了？是有人看见了，但不认识你。但没关系，你的相貌比较好认，就不怕认错？本来已经8九不离十，而武帝诚一行，则是彻底确认此事。这个人当日再没在京城。他在。你在京城？为什么在？因为皇室围杀我娘，需要你这个大内第一高手坐镇，但你们也害怕北凉事后报复，所以做了你不在京城的假调令。谁能想到，我娘她居然能逃出升天？那段时间你们应该很怕吧？怕北凉起兵杀进京城，但是并没有，因为我娘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下初定，若此时再起杀机，世间又将陷入战乱，生灵涂炭，万劫不复。为了天下人，我娘瞒住了此事。她很了不起，可这样的大局，你们在乎过吗？北凉如此强悍，换了哪位君王不担心呢？你承认了。到了这一步，再狡辩就失了气度。没错，当年围攻你娘有我一个。很好。徐家清楚玉兰，徐骁没猜到的，你做到了。你就这么小看徐骁？这么多年以他的能力啊，我不相信他没有怀疑到你。但他始终没有想过复仇，因为北凉子弟死伤无数，才换来天下太平。他不敢为了一家私仇再起刀兵，让天下陷入战乱。他是害怕对不起那些战死的老弟兄们。北凉王重大局，但我和徐骁不一样。杀母之仇怎能不报？没做错的人为何要忍耐？为何要妥协？我徐凤年绝不委屈自己。所以你宁愿毁了先辈创下的太平盛世。我都说了，我和徐骁不一样，人情公理我要，天下大义我也要，凭什么偏要选一样放一样？我偏要两全其美，不愧本心。现在想想，曹长青这次堂而皇之的去西蜀，也是在配合你行事。可有些事情，我始终想不明白。你怎么知道朝廷一定会让赵凯去西蜀？又怎么会知道是我来送他这一程？更古怪的是，我们这一路线一变再变，你怎么能拦在此处？自然是有人通风报信。是你？你是北凉手下？当然不是。其实他的身份就是你一切问题的答案。我为什么知道朝廷会将赵凯派去西蜀？自然是有人在朝中帮我将局势推向这一步，同时又在与我互通有无。你到底是谁的麾下？你没看我是用刀的吗？顾建堂，顾将军告病，是不是很及时呢？不可能。
顾献堂为什么要和北凉合作？因为只要我活着，大师傅就会把所有的机会都留给我。有您在，就不会让顾献堂离开京城的。猛虎不回山，总是心不甘的。就是我死了，陛下也不会放他离京。可是少一分掣肘，就多一分希望。说的在理。既然是顾建堂麾下，怎么会在轩辕家做门客？算我多问了。轩辕家掌控天下水，卖这其中的便利之处，顾大将军自然是看明白的。对大将军来说，我就是不知名的小人物。我想入驻轩辕，既是受命，也是为自己求前程。可惜啊，被世子抢先一步。轩辕家的时候，你就和徐凤年合作了？并没有。大将军不可能预料到世子插手轩辕家，我是后来才受命与世子合作。哪有时间受命？何况，你也没有机会与徐凤年交。上阴学宫，你过去盯着徐凤年，如果能听到他谈了什么最好，听不到也不强求。没错，还是我给的机会。大将军看重上阴学宫，自然有麾下驻留，正好给我传令。顾大将军也不容易，我还记得那时你回了我话。徐凤年和我媳妇儿都去了哪儿啊？知道魏说啊，我不敢靠近偷听。我见你见神的时候，徐凤年一直没出来过。绝对没有。那时候就在骗我了。对不住，你挡了大将军的路。谁？袁庭山。顾大将军想问世子，知不知道王妃遇伏那一晚，寒雕四起是在京城？我知道，我也知道顾将军想要的是什么。可以谈。这么一来，差不多都明白了。顾建堂不但没有阻挠，反而暗中推动，让赵凯接下西蜀之行。再加上此人一路暗中传信，才让你出现在这里。这么说来，西楚公主也是你的妻子了。江离不是妻子，就算没有江离一事，也有别的办法让你出京。结果这么巧，遇上了曹长青，又撞见顾建堂也想杀你，正好省去了我在京城的布置，留着以后再用。谋划倒是不错，可惜呀，顾建堂没法亲自来，就不陪你聊了。我们上船。这是我们的船，你先上船。你也来了。往那边过河。骑龙像，姐弟4个都到齐了。虽然不会武，但为娘报仇的场面，岂能错过？
难怪你要帮轩辕家。天南海北齐聚此处，也只有掌控天下水陆的轩辕家可以做到了。江南、学宫、龙虎山轩辕家，你这一路每次停留，都是为了今天准备的。你们无路可走了。就你们4个，也想杀我？谁说只有我们4个？难不成你还能从北凉调兵啊？徐凤年，我时刻关注北凉。徐骁麾下那些义子里，也就只有楚禄山听你号令。如今楚禄山兵马未动，依旧镇守在北凉，你哪儿还有援兵啊？陈之宝，这是北凉与你关系最差的一个，怎么会是他？我来这里，不是为徐凤年，只是为义母复仇。想办法杀出重围，不必等我，先去驻地。北凉从阵！就这些人，远远不够。大师傅小心！没想到，到最后竟是夫妻相赠。谁与你夫妻？
就要毁在今天了。过河。 刀没丢吧？贼奸秦王，两袖青蛇。过天门者，则可凌驾人神。可我偏偏不服，不服天道能定人神，命运无法抗争；不服人法胜天，不服天人便是仙神。唯有我手中剑展开天门。现在你明白什么是一剑开天门了？斩去天命，斩去家法，这念头才是一剑开天门的魂魄所在。给我开天门！还是不要如此热。凤年，哥，去死吧！大黄庭。
邓太阿加上李前辈借了一剑，借你一剑，下次打开盒子用两袖青蛇的心法，可以用1次飞剑。若不是李淳罡，加上邓太阿剑意，仅凭这一剑，你们杀不了我。当年围攻我娘的还有谁？师傅，我爹不愿见我吗？他想不想见你并不重要，你想要的就该自己去争，哪怕万劫不复，也要为自己闯出一线生机。我该怎么争？我教你。徐凤年，你生来就是徐家的嫡子，一切天生就该是你的，而我却要拼尽一切，才能看到一丝机会。我明白，你应该非常恨我。我不恨你，我也不认命，但我要试着改变他。哪怕这改变把我带到今天，带到现在，我都不后悔。其实你也一样，也是你，在不可能中找到了一丝复仇的希望。水凤年，你很了不起。但我从没想过为了一己之私，挑起天下战乱。赵凯，你的下场皆源于此。我输的不远，徐凤年，你比我强。
别再掉了。顾大将军托我短告谢意，我们的合作到此结束了。希望下次不是战场相逢。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与你合作，谁知道呢？回北凉。后年，我有种感觉，他永远不会承认你是北凉王。跟我回家。我们必须回到原处。如果现在跟你回到北凉，就等于是昭告天下，是我们杀了韩雕嗣和赵凯。等你成为北凉王，就能接我们回家了。好好练刀，别丢了徐家的脸。这，生拉给你留着。等我回了北凉，我得再去一次北邙。剩下凶手的线索就藏在那边土地上。等我完成真正的复仇，我就回来接你们回家。多谢。我走了。去哪儿？好几本书没看，我得赶回听朝廷。北凉再见。
如果要去北莽，我得学会自己使出飞剑才行。没感觉到邓太阿留下的剑心吗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不过这些可以先不用考虑。也许前程未卜，但不管未来的旅程走向何方，只需记住一点：北凉在等我们回家。阁下是谁？山河入画，此为神州。北莽统领苦寒之地，暂且不提，而这便是中原。话说当年天下乱局，九国割据，随之诸国乱战，动摇神州。黎阳破局而起，扫灭八国，成就一统之势。尤其是黎阳朝的北凉铁骑，更是以无敌之势，荡风云，平天下，一军灭六国。这便是北凉王徐骁的威风。若不是他，天下犹在乱战之中。镇守边境三州，统帅35万北凉大军，抵御外敌于风雪之间。这正是黎阳第一权臣，异姓王徐骁。他的名声，你应该听过吧？我说的这些，您都理解了。而我，便是北凉王世子，天下第一纨绔徐凤年。如今我吃了您几个地瓜，来日，本世子必定重酬相谢，绝不相负。偷地瓜赔钱，我别跑！放心，站着！爷爷，站着！别跑！放下！给您自己一个机会，几个地瓜，换你此生大富大贵。给钱！我今日真没钱，没钱就是土贼！哎，给我站着！说了，我今日真没钱，我真是世子。种地瓜有利了，我吃了几个地瓜，我不是不还，我将来会还给你的。你给我站住！
你想说什么？站住！我明白了，人在地瓜山。给我地瓜钱！老黄，我怎么不弄死你？我地瓜钱！好马，你比老黄忍一下。硬跑，我让你硬跑。站住！你是破马，你是不是老黄亲生的你？不是，站！你好。老黄。地瓜呢？你全吃了？哎呀，好撑啊！哎，少爷，你的地瓜呢？让人追上了。没挨打，把马赔给他了。又赔马。那家伙每次自己都能溜达回来。哎呀，还有你，老黄啊！你吃地瓜也不知道给我留点儿。没收住。少爷，你要是学了武功，人家就追不上。就学。少爷，你去哪儿啊？饿了，找吃的。啊，少爷，这学武不吃亏，学武不上当。少爷，黄，这儿有鱼。哇，是不是？我看见。少爷，抓到了。哎呦，这么大呢！可不，这场特别大。哎，好不容易有一条，你又给弄跑了。老黄，啊！哎，想吃肉吗？想啊！前方5里有座破庙，跟过来，给你肉吃。好嘞，去。大爷慢走。有军阵痕迹，不似普通马匪。你怎么看，少爷？你又不会武功，咱还是绕着点吧。要躲你躲，我要吃肉。我也要吃肉。来，想吃肉，先听规矩，记住徐凤年这个名字。此人应该是锦衣华服，北上之路，都给我小心盯着。若有类似的，即刻回报。若是真的发现了呀，还有重赏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锦衣华服徐凤年。来，进庙，有让见你。
我们要找的这徐凤年，是北凉王徐骁的嫡子。3年前他离开北凉，游历天下。最近收到消息，说他要回北凉了。小人明白了。说来也巧，你倒是与这徐凤年年龄相仿。哦，那真是巧。反应这么迟钝，不会武功？小人要是会武功，能混成现在这样吗？你与他年龄相仿，总得试试。徐凤年会武功啊？徐骁的儿子不会武才怪。听见北凉王的名字，怎么一点都不怕？心里怕。直面马匪刀刃，神色如常，你这表现可不正常。我知道您不是马匪。不是马匪是什么？这面旗，我认得。那你倒说说看。这是西楚大起士的军旗。当年锦河一战，12万大起士全军覆没，西楚就此亡国。你怎会认得？我父亲让我不要忘了这面旗。难道你也是楚人？大人莫非是大起士？小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如今国王族灭，你我皆不过是一缕游魂罢了，哪还有什么名字？是啊，你我皆不过是一缕亡魂。